呢個煙花之前鋪墊咗好多無人機嘅畫面，有祝我哋生日快樂，祝我哋新年快樂，同埋即係佢最特別咧就係有個機械手臂過嚟撳個煙花就爆開啦，咁樣就超級靚，覺得嗰個設計好特別。我係喺第一排嗰度睇，就覺得睇得好舒服，好開心。今日人人生日，所以就過嚟睇煙花，就覺得今日都係祝我自己生日快樂，祝大家都生日快樂咁樣樣。呢個新年過得好充實，好開心。我对于这个烟花秀的话，感觉呢其实也是比较深刻的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嘛，所以呢就感触挺大的。澳门也有如此震撼的烟花展会，之后呢，虽然说不是10月的那个烟花展，但是呢还是可以表达出这个新年的一个气氛了。就是呢，在这个无人机和这个烟花的一个交界处的时候，那个手指点向那个屏幕的时候，就告诉了我们这个引领科技的一个场景。那么的话，无人机也是可以作为澳门以后的一个重大的发展了和突破了。